AI 技術全面走進課堂教學。我校構建 AI 物理實驗室，運用 AI 實驗測評系統，以科技助力課堂提質增效。系統突破傳統實驗教學示範嘅局限，透過多視覺攝影，將關鍵操作清晰地向學生展示。學生自覺規範每個實驗操作，培養嚴謹認真嘅科學態度。AI 協助分擔基礎錯誤糾正工作，讓教師更專注於學生高階思維引導。AI 全程實時識別操作並智能評分，即時將結果與標準值進行對比。學生實驗全程操作，數據可流傳，協助教師精準分析學情，以數據支撐教學優化。智能科技融合教學創新，我校致力構建精準高效智慧化嘅實驗課堂。